我咧今年第2次翻嚟我哋呢一個場館入邊咧，我已經 train 到自己變咗一個聲控嘅歌手。當邊邊啲觀眾嗌得大聲啲咧，我就知。Thank you。所以如果今晚我有邊一啲部位照顧得唔好嘅，即係唔係我嘅部位啊，有邊啲位置我照顧得唔好嘅話，大家記得點啊？多謝大家。首先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澳門倫敦人綜藝館嚟支持我今次 Dahlia Blossom The Prime Classics 張敬軒演唱會。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。我想問下今晚呢度有我哋幾多澳門嘅地膽啊？都幾好。雖然有啲應該係今晚去咗返工，或者可能喺隔離場館睇 show 咁樣。好，跟住然之後我哋有幾多香港嘅朋友喺度咧？咦？咁唔通剩低嗰啲全部都係嚟自我嘅老鄉我哋廣東省嘅朋友？哇，好犀利啊！然後我們還有來自其他城市的朋友，對吧？我們今天在這個場地聽普通話的朋友有多少呢？好，那我要宣布一個好消息，今天晚上我會盡量講廣東話。謝謝。都講了。看到北京，還有我們大馬來西亞的朋友，然後惠州，好啊，多謝大家。天津的朋友，謝謝中山，仲有荷蘭 friend 入嚟。有我 friend 之外，仲有荷蘭 friend。Hello， 歡迎大家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晚嘅呢個 concert。今次呢個 Dahlia Blossom 有啲朋友咧冇買實體專輯。其實 Dahlia 咧係我職業生涯當中發行過2張嘅 Hi-Fi 唱片。咁呢2張嘅 Hi-Fi 碟咧，其實都係我唱一啲前輩嘅，尤其係女歌手嘅作品。咁所以今晚顧名思義呢個 The Prime Classics 咧，除咗唱我自己嘅 classic 嘅歌之外咧，亦都會唱翻呢一啲女歌手嘅翻唱作品。咁我而家立眼望落去咧，都好後生啊，講翻啲觀眾，所以可能大家都未必識嘅嗰啲歌嚇，當係啦，起碼。咁我亦都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橋梁啦，令到一啲我哋90後啊、00後嘅朋友去認識呢啲咁動聽嘅作品。今晚大家會見到嘅一個 concert 係以城堡為主題嘅。今次呢個主題係我諗嘅，因為我覺得我哋每個人咧都好似一座城堡咁樣，因為我自己係，因為我入邊咧有好多個唔同嘅部分喺心入邊，有啲部分開放俾人睇嘅。平時大家喺傳媒啊、喺公眾場合見到嗰張影片就嘻嘻哈哈光鮮亮麗啊。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房間係好 private 嘅，淨係俾自己入去，或者俾一啲自己最信任嘅人去進入嘅。咁我今晚就將呢一啲嘅 secret rooms， 將呢一啲少少秘密嘅房間化成我嘅音樂，化成我哋喺台上面嘅每一首歌，同大家分享。喺今晚嘅第一個樂章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個人嘅一啲好我自己內心嘅作品。可能係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自己一個人長大，即係我係一個獨生子。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自己思考啊，自己同自己玩啊，所以希望第一部分嘅作品係大家會喜歡嘅。即係飲水都有精要。你哋唔好咁啦，我會挑㗎真係。我去睇好多韓星嘅 show， 佢哋飲水都冇尖叫聲。以下嘅第一首歌係同搭車有關。我成日覺得人同人嘅關係，無論朋友又好，愛人都好，或者喺拍拖嘅路上都好，都好似係搭巴士咁樣。你坐咗喺部車都咁上下，有人上車，有緣嘅大家四目交投，可以傾幾句，甚至乎你會好希望歡迎佢坐低喺你身邊。傾下傾下，你覺得好投緣啊，好夾啊！
好希望呢個人可以一路坐喺你嘅身邊，陪你去到車站嘅終點。但係往往都唔係咁理想，可能喺半路中途佢就要落車。以下嘅呢首歌係記錄我自己嘅一段心聲，同大家分享呢首作品。